知道下营有这个鹅肉啦、蚕桑啦、黑豆啦，后来又有文旦啦，这些希望这些一级生产能够变成3级产业的休闲农业。那通过休区以后，协会会来帮大家整合这些资源，然后来整合行销。又临近这个南科这个那个工业园区，我们会再进一步做比较友善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友善的栽植来做 ESG 的这个推广，争取这个高端的这个课程来这边消费，让一般的人来，不管是在食农教育，还是在整个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转型，也能够让他们知道农业的休闲能够带给大家健康快乐。争取那个休区的通过也已经3、4年了哈。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在地的这些年轻的业者们都相当的用心团结。休闲农业的业者几乎都是有机环保的一个业者所以所推动的各项的那个体验的活动，比如说你手做一些的物品，手做一些的东西是能够让你带回家。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亲近自然，休闲农业是在西北地区能够这样子的推动，能够带给农业的一个更精致化的发展。欢迎全国各地的乡亲朋友们能够来我们下营休区来游玩来体验。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揭牌，掌声响起。庭前休闲农业区正式启用。我们台南市另外一个休闲农区的一个认证通过以及揭牌，就是我们下营营前休闲农区。这个下营物产很丰富，而且这个坦白讲很适合休闲农业的开发，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台南的时候一定要来我们下营区来走一走。看到这个休闲农区，我看你就可能荷包大失血，买了很多住得很开心，玩得很愉快。欢迎大家来下营哦。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为强化水资源韧性，落实永续发展目标，台南市政府新建宁德再生水厂，采取全国首创以水换水模式，媒合厂商用水交换，不但有效节省大约17亿的管线建设成本，更确保双方企业用水需求得到满足。市长委托23日主持宁德再生水厂通水启用典礼。请按钮。在我们的各位厂商贵宾呢，按下钮之后，有没有看到我们前方的水管，我们的水流已经开始流动了，也代表象征我们台南市人的再生水厂正式供水。南科的厂商包括台积电，他们使用自来水来这个纯化成为他们可以需要用的高阶制成用水，这样子两边的水权交换，那仁德这边就少用了自来水，那南科这边就可以交换成为再生水，那这样的话节省了大笔的公帑，也让这个环保永续的目标可以往前迈进一步。那我们非常非常谢谢内政部国土署的支持，也感谢我们厂商在这个超前而且超快的方式把这个再生水厂建起，未来还有2期、3期，我们也都热切期待这么好的一个基地，这么好的一个方式，都能够让我们使用的水方面能够多使用资源回收的再生水，还有这个回收水，所以可以让我们地球更美丽，让我们对于水资源更加珍惜。市府采取全国首创的以水换水模式。媒合宁德地区的基米公司使用再生水，释出的自来水使用量，供应南科包含台积电等高科技厂商转化为高阶制定用水。这不仅会当大幅节省公帑，更有效降低碳排放，朝向环境永续目标迈进。全台湾首创的以水换水，这是我们仁德再生水的水厂所生产出来的再生水，提供给奇美公司他们生产这个石化原料塑胶。然后呢，他们原本要用的自来水，他们提供给南科
的厂商，包括台积电来使用。这样的话，就就近使用，也节省了奇美公司使用的自来水，那也增加了南科那边的高科技厂可以使用的自来水。这样的一个水权交换就变成了一个不必铺设30公里的这个水管，节省了8.1亿的工程经费，也节省了道路开挖、民众交通不便以及交通黑暗期所带来的种种碳排的问题。水利局表示，另着再生水厂发包总经费大约为8亿6200万，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补助7亿9300万，平均每工会当提供8000吨的再生水量。另着再生水厂是国内首造以水换水方式提供再生水资源，采用防碳交易概念，延伸开创以水换水模式，达到节能减碳目标，并确保双方企业用水需求得到满足。对着企业用水管理甲节水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位伫青年路台湾府城隍庙今年创庙356周年，阁是府城建设300档，因此将伫5月3号举办府城隍孙城节示警的活动。24号上午伫庙前的广场举办活动宣传的记者会。包括市府民政局长江林煌、文化局代理局长林伟旭，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拢到场为活动来宣传。今年是迄个府城建成300吼，迄阵定调，我会记讲，即个迄阵开始论坛的时阵是陈大副教授吼，所以提起的这就是讲民间来发起，公私部门共同来响应，大家来宣导咱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吼。这边的孙城，我感觉真有意义的是安怎？因为咱的威灵公，咱的小红爷是一个设计神啊。设计神就是代表土地，咱古早吼，皇帝吼，迄个新年的时阵吼，爱去祭天甲祭土地，祭土地，他就要祭土地神，那城隍也就是设计神，这是代表这是一个顾咱这个土地、顾咱这个社地都重要的生命。会中府城隍庙主委郭英天嘛表示，城隍有城墙甲着护城河的意思，因此城隍爷示警嘛有巡视城门、保境为民的意义。孙城节吼，咱伫5月初3要来办理府城隍孙城节吼。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借辽境的活动吼。要经由4个城市来经过，来互民众知影城市的位置伫倒搭，伊城的地理环境，伊的历史价值，会当像咱正好有西门城甲北门城无实体的城市，咱来借由这道活动，互民众知影讲，甲相关的前导活动就是要互民众知影讲，西门城。伫倒个所在，甲北门城伫倒个所在，即个互民众佫会当知影即个较详细的资料。即届市府透过公私协力，由着民间来发起，结合全台在已经城隍庙，包括台北、新竹、彰化、嘉义甲高雄等的城隍庙，将设台南的4大城门。上午鸟瞰4角的罗冠图嘛首次来发表。另外，庙方还佫展示民国69年野生红活动中24师爷的官服，甲着今年的上新的制作，展现传统的文化延续甲着创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迈入第24届台南5月音乐季。将伫5月3号、4号连续2天伫新化虎头埤风景区热烈来登场。今年总共有28组的表演团体。台南市政府日前伫樱花市政中心举办活动宣传的记者会，活动创办人孙和平嘛现场来演唱，场面热烈。There's no other way, as far as I can tell. So take that step, take it right away. 这个歌原来的是你们知道哪一国的歌吗？那个音乐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那个阿根廷，这是阿根廷的歌，然后台语的，然后是更样。然后因为我的血统是罗马尼亚的，我爸爸是罗马尼亚，我妈妈是德国，所以我要这个。
feel 在我的心里。我听这个歌，我想，跟我的家一样啊。现场出席的除了5月音乐季的创办人孙和平的乐团、市府观光旅游局，以及在地工协会代表、甲民意代表。今年还有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甲国家发展委员会的加入，因为新化区是国发会打造永续用好地方创新计划4大示范点之一。今年伫新化的老街，还佫干部来举行新化果乐式的活动。邀请民众来河头边，一边听音乐，一边来踅老街。这个5月音乐季有办一个新化果乐式这个活动，那里面有14个乐团在新化老街表演，在5月3号到4号之间，在新化老街武德殿前面，那有音乐的表演，有那个创意市集的活动等等。那我们希望结合我们虎头皮这边音乐季，两边强联手，然后发挥加成的效果。然后希望全国的听众或喜爱立乐的朋友都来我们新化这个地方参与我们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规划一系列活动，绝对要颠覆大家对这个用创新的手法颠覆对这新化小镇的想象。超过28个独立乐团，然后大家共同参与。然后刚刚我们国土署的这个林副座也跟我们说，在老街也有。那这个两地这个音乐串联这个互串那能够把这个氛围带起来。然后除了老街也可以带动，虎头皮也可以带动，那整个新化地区，包括这个果菜市场也带动，这个街艺场也带动，整体把它透过这个音乐会把它带动起来5月音乐季的创办人表示，今年参与的乐团拢是精选各个具有特色的独立乐团，加上台湾在地独立乐团连续来演出，具有多元而且丰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在现场报名参加。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以自然素材和专属设计打造时尚居家生活的水韵木坊，目前在台南大圆柏6楼新柜登场，特别推出一系列兼具艺术感与机能性的家居产品，并会针对不同客户需求，为其打造专属的特色家具。水域木坊的话，因为现代人都是比较着重生活品质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就是有结合一些艺术，然后整个像我们的产品的话，都会以艺术结合，然后定制个人的需求。除了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家具，水域木坊也可依照客户需求制作中岛台，并可搭配琉璃台、电磁炉以及可伸缩的岩板餐桌等组合。像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一个琉璃台的部分，那它是有一个伸缩性的功能，不使用的时候可以让它出现，那如果需要使用的话，就可以。然后另外旁边这里有结合一个洗杯器，那杯子就是直接放置上去，然后压制它，然后它就会这样子把它冲洗干净。中岛台它本身可以依照每个人的需求做量身定做，那我们可以搭配像他们的电磁炉啊，或者是一些洗手台呀，或者是像我们的泡茶桌，它的方式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可以依照顾客的需求下去做一些选配。那另外我们还有艺术桌的部分，那艺术桌的部分的话，它是本身有用我们独一无二的实木，加上一些树脂的腰的一些搭配，然后结合我们的河流桌的方式去呈现一个艺术的桌子。它不只单单一个看起来像桌子，它也像一幅画一样，呈现一个艺术感。不止家具能客制化，专柜展售的各种餐具，同样也可以依照客户的意思，将 logo 或者是图案印制上去，让你的时尚家居生活永远独一无二。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来自马德里的混蛋火腿脆薯，安达卢西亚的酥炸 cheese 腊肠猪肉卷，还有赫雷斯的蒜炒雪莉酒菇，
满桌的西班牙道地料理虏获不少老饕的味蕾。西班牙经典的Paella Española，所谓的西班牙海鲜饭，到Tortilla Española，这是我们的西班牙经典的马铃薯烘蛋。那一道一道呢，都是我们在西班牙当地旅游或者是各种情况下面必吃的美食。以西班牙系背景出身的老板郑迅宇推出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西班牙风味佳肴。对，它菜色从南到北，它是一个历史在以欧洲来讲，它是仅次于意大利跟法国美食最闻名的国家之一。所以其实你真的说西班牙菜色的话，那也是它的食谱是成千上百。那我们一样是挑选了最适合台湾人去体验，也是最经典西班牙的风味来呈现给大家。这道手工腊肠肉丸搭配酸甜微辣的番茄酱，完美重现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的饮食文化。而西班牙的海鲜饭以煮熟米的软硬程度推出了西班牙版及台湾版，它叫做Paella，或者你要讲它是Paella的海鲜的版本，叫做Paella de Marisco。Paella de Marisco 指的就是海鲜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像西班牙海鲜饭，它就是以海鲜为主轴，我们去用这些海鲜料去做出海鲜的高汤，辅以少量的番红花跟其他的香料，造成这样饭的这样的效果。那就是我们去西班牙必吃的所谓的西班牙经典海鲜饭Paella de Marisco。还有传统美味以蛋与马铃薯简单组合烘制而成的西班牙原味马铃薯蛋饼，口感绵密，令人难忘。它的马铃薯单炸过的薄片，在台湾的烘蛋里面的话是不可能会加到淀粉类的东西。这样的料理啊，它就是在西班牙俗称所谓的 tapas。那 tapas 的概念呢，就是在我们正餐之前，其实你看我们的料理都是一个比较分量稍微小一点点，然后呢，它又很适合是一个多人分享的概念。因为其实 tapas 是在于西班牙他们吃正餐，其实他们正餐大概都在8点9点之后，所以在5、6点啊下班前，他们4点5点下班前的时候，也会朋友会相聚，先吃一点小的开胃菜，然后让他们先有一点点的饱足感，然后完之后呢，才会再继续进往正餐的这个路程上面去。甜点吉拿棒搭配特制的微辣巧克力酱，让人意犹未尽。走过食安风暴，这家位在基隆市中心的餐酒馆推出西班牙美食，要让消费者透过味蕾探索西班牙的热情与美味。记者黄少明、蔡小军，基隆报道。人潮一波一波的涌入，这里是台北市著名的观光景点永康商圈。为了提供国内外民众更好的步行体验，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5月10号起，每周末下午2点到晚上8点，将试办徒步区，规划范围从永康街信义路2段路口到公康公园。这段期间，除了持有通行证的车辆外，禁止其他外来车辆进入。一直很坚持就是希望能够以将车本位为主的城市规划，能够慢慢调整为以人本位。所以让市民朋友都可以享受很自在、安全、安心行走的空间。所以在过去这2周，我亲自拜访永康街在地的2位里长、2位商圈的理事长及商圈代表。当然，除了跟他们说明我的构想以及未来的规划，最重要也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当然，里长们有反映，未来如果规划为徒步区，会对在地居民可能造成的影响。里长们、商圈里长也提出，他们认为有几项配套措施的建议。所以在参考里长、商圈的建议之后，我也和各局处多次讨论，所以现在确定我们会来进行试办，时间就会在5月初母亲节这个周末开始。我们规划的范围就是从信义路到永康公园，也就是永康街14巷。那时间我们就是周6、周日。周末的时间，下午2点到8点。为了避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权益，蒋万安表示将在指定时段受理当地居民及商家申请自有车辆的特别通行证。另外，因应紧急需求的消防车、救护车或复康巴士等车辆，在这个时段也能进入徒步区。我们会让当地的居民能够在指定的时间来申请自有车辆的特别通行证，所以凡是有特别通行证的车辆，在徒步区规划周末这段时间，还是可以自由进出永康街。另外，我们对于紧急需求，包括救护、消防或者复康车辆，也一样可以进入到徒步区。我们目前规划就是在商圈周边的范围内的在地住户，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再跟在地的里长来确认。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利用4月份这个期间，我们会公告1个月。那在这个月当中，我们就会来规划这类通行证的发放。那我们预计就是在5月初母亲节这周来开始来示范。台北市交通局方面进一步说明，永康商圈示范徒步区为期1个月，封街时段各巷弄路口都会指派义交管制车辆。蒋万安也鼓励市民朋友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永康商圈徒步区，感受漫步大马路的自在感。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4月26、27日是今年4技2专的统测日。为了新北上千学子，新北市教育局今年引进 AI 学习诊断分析系统，结合人工智慧为学生量身打造个别化学习建议，期盼能帮助学生精准掌握学习盲点。发布会上也特别邀请英歌工商的学生前来体验。来自英歌工商的翁瑞佑就实际操作，感受 AI 如何根据作答结果分析他的学习状况。他会给你3个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数学、国文还是英文，然后可以去让你点选你比较困难的科目，然后你点进去，它就会给你一些题目让你去做选择。它是类似选择题的，然后它结束了好像会帮你把你错的题目和对的题目来去看你是错哪一个。像我是点国文，然后它就有分文言文和白话文，然后结束的话，他会就是看我是错文言文比较多还是白话文比较多，因为国文考试基本上都是在考阅读的类型，所以假如我文言文比较吃紧，然后需要 AI 去帮忙扶正的话，那他会给我一些比较简单的题目，让我慢慢的去了解白话文的意义，然后让我比较好考试这样。英歌工商校长严龙元表示 ，AI 学习诊断分析系统有效针对技高学生普遍较弱的国英数进行分析，有效掌握弱点与多元题型，进而提升学生们的解题能力，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统测更有信心。我们技高学校的学生在我们的国英数的共同科目都比较弱那如果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系统，就可以找出他的一些盲点跟弱点我想对于他以后的升学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特别是我们4月底就要考我们的统测的我们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技高的学生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AI 诊断系统，可以找出自己的一个弱点，期待我们这次的统测大家成绩都会非常好。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指出，新北市目前正积极推动全国首都 New Top World 世界顶尖人才技职教育政策白皮书，锁定数位转型趋势，导入 AI 诊断分析及智能学习工具等新技术，精准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及应试能力。后续将持续推动跨群科 AI 教学指引、课程模组及 AI 教师社群等创新策略，让 AI 科技成为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最强大的后盾。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为了让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多注意行人号志，高雄市交通局在各个重要入口设置了行人灯显示器，进行交通宣导。可爱的高雄熊，绿灯过马路变红灯马上停住，或是变成字幕红灯停保平安。高雄市交通局在爱河湾、新崛江与世运大道设置了40处的行人灯辅助显示器，让行人多注意灯号，不要过马路时还在低头滑手机。交通局在市区的主要道路跟行人量比较多的景区的路口呢，我们有装设行人的显示看板，来提醒用路人过马路的时候呢不要低头滑手机，那也注意到灯号的行止。那我们也有跟台钢雄鹰还有观光局的高雄熊合作，把这2个吉祥物放在显示看板上面，来增加高雄的行销的意向。大部分的民众因为在路口停等时间不长，或是跟朋友聊天，没有注意到号志的宣传。更有人认为低头族不会因为多加了几个特殊字幕就抬起头来。可能不太有效果。现在低头族真的太多太严重了，要做还是会做自己的事情的。对对对，没有看到。你刚刚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没有等到，我直接过来的。因为只看那个红绿灯。对。字太小吗？为什么没注意到？没有特别去注意，有些人就可能过马路就赶快走过去啊。我们只看数字。对。对于这样的安排，民众大多表示在等灯号时会多看几眼，但若要意识到宣传内容，因为号志过小很难有作用。就可能会看到那边有字，可是不会
去清楚看那是写什么字。资讯的话，可能要花个几秒的时间跟精神去注意，这可能效果不大。放什么内容？小心过路安全啊，或者现在还剩几秒钟了，非常好啊，过路安全啊，或是有什么活动要宣导一下，很可爱的图片也可以宣传一下，因为这边常常有活动嘛。在重要路口设置辅助显示器，虽立意良善，但要让低头族抬起头来，效果还是有限。记者潘世光、吴佩珊，高雄报道。今年暑假我们对于这个仁爱市场，我们有规划了整个冷气的更新，预算一共达5000万，但是整个冷气的执行计划可能会到今年第3季左右，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今年也会从4、5月开始就准备了多个水冷扇，尽量能够替仁爱市场来这个消费的那个顾客来尽量的消暑。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到仁爱市场拍短片行销美食的画面，希望透过轻松的短影音，让大家更了解仁爱市场的美食非常的美味。市长跑完行程后的充电站，市场美食雷达启动。每次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能够克掉2碗白饭。这间店的货气，光是日本的观光客吃了都想移民基隆，我还是不行。老板，你火开那么大，你是在炼丹还是炒菜啊？市长，你站远一点，这火是基隆人的乐趣，怕你吃不消。猪肝拌入海鲜炒面，自创海陆双拼暴风吃法。你心目中的阿胶炒面必点的 No.1 是什么？当然是沙茶牛肉炒面啊！沙茶香到连隔壁的阿贝都想要跟我搭伙了。阿贝好。你的呢？当然是现炒蛤蜊啊！蛤蜊比我的拳头还肥，不过我的拳头很小啦。下次来仁爱市场看到我，不要怀疑，绝对不是在开市政会议，是阿胶炒面的锅铲在召唤我。仁爱市场2楼已经成为许多网红探店找美食的地方，多元化的庶民小吃、在地特色海鲜等等，都成为许多民众的最爱。欢迎对美食有兴趣的民众多多来到仁爱市场2楼，寻找心目中最爱的美食。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
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